阿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伫一切事上，耶和华拢赐福予伊。阿伯拉罕对管理伊专业上老的仆人讲：请你把手放伫我的大腿下底，我会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主起誓，毋通为我的后生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。你爱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后生以撒娶一个看守。仆人对伊讲：若是女子毋肯缀我到这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后生带回你原出之地吗？阿伯拉罕对伊讲：你爱坚信，毋通带我的后生转去迄边去。耶和华天顶的主捌带领我离开父家甲本族的地，对我讲话，向我启示讲：我要将这地赐予你的后裔，伊必差遣使者伫你面前，你就可以对迄边为我后生带一个看守。若是女子毋肯甲你来，我予你起的誓就甲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后生转去迄边去。仆人就把手放伫伊主人阿伯拉罕的大腿下底，为这事向伊起誓。迄仆人对伊主人的骆驼内摕了10匹骆驼，并带一寡伊主人各样的财物，起身往米索不达米亚去，到了拿河的城。天将暗，将女子出来打水的时阵，伊便叫骆驼跪伫城外的水井边。伊讲：耶和华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求你施恩予我主人阿伯拉罕，予我今日拄着好机会。我现今徛伫井边，城内居民的女子转出来打水。我向倒一个女子讲：请你摕着水盘来，甲我水啉。伊若讲请啉，我也予你的骆驼啉。愿迄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，要予你仆人以撒的某。安尼，我便知影你施恩予我主人了。话还无有讲完，不料利百加镜头顶光着水瓶来。利百加是毕托利所生的，毕托利是阿伯拉罕兄弟拿鹤看守米甲的后生。迄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也是处女，也袂捌有人亲近伊。伊落到井边，打满了饭，搁上来。仆人走上前去，迎着伊讲：请你将盘内的水，予我一点仔啉。女子讲：我主，请啉。就赶紧摕着盘来，拖伫手中，予伊啉。女子甲伊啉了，就讲：我搁为你的骆驼拍水，叫骆驼也啉足。伊就赶紧将盘内的水倒伫槽内，搁走去井边拍水，就为所有的骆驼拍上水来。迄个人紧紧看伊，一句话也无讲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伊通达的道路无有。骆驼啉足了，迄个人就摕一个金环，重半舍克勒2个手金环，重10舍克勒，予了迄个女子，讲：请讲予我，你是啥个女儿？恁老爸厝内有无歇眠的地方？无有。女子讲：我是米甲甲拿鹤之子比托利的女儿。佮讲：阮厝内足有粮草，也有歇眠的地方。迄人就额头向耶和华下拜，讲：耶和华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伊不断地以诚实之爱待我的主人，讲甲我
耶和华伫路上引带我，伫行到我主人的兄弟厝内。女子走转去，照着这个话讲互因母亲甲因厝内的人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，名叫拉班，看见金环，佮看见金手环伫伊小妹的手顶，并听到因小妹利百加的话，讲迄个人对我如此讲。拉班就走出去往井边去，甲迄个人头前见伊悠远徛伫骆驼边仔的井边迄边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，名叫拉班，看见金环，佮看见金手环伫伊小妹的手顶，并听到因小妹利百加的话，讲迄个人对我如此讲。拉班就走出去往井边去，甲迄个人头前见伊悠远徛伫骆驼边仔的井边迄边。面对讲，你这蒙耶和华所的，请入来。为什么徛伫外面呢？我已经整理了房屋，也为骆驼备办了地方了。迄个人入了拉班的厝，拉班下了骆驼，用草料饲，摕水，互迄个人甲跟随伊的人洗骹，甲饭摆伫伊面前，叫伊食。伊却讲：我毋食。等我讲明白我的事情，搁食。拉班讲，请讲。伊讲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耶和华大大地赐福互我主人，互伊强大，搁赐互伊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、甲驴。我主人的牵手撒拉年老的时阵，甲我主人生了一个后生。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拢予了这个后生。我主人叫我起誓讲：你毋通为我后生娶迦南地的女子为某，你爱往我父家、我本族迄边去，为我的后生娶一个牵手。我对我主人讲：恐惊女子毋肯甲我来。伊就讲：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伊的使者，甲你同去，叫你的道路通达，你就得以伫我父家的我本族迄边，甲我的后生娶一个牵手。只要你甲我本族迄边，我互你起的誓就甲你无干。因若无甲女子交互你，我互你起的誓也甲你无干。我今日到了井边，便讲：耶和华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。我如今徛伫井边，对这个出来的打水的女子讲：请你甲你的盘里的水，互我一点仔啉。伊若讲你只管啉，我也为你的骆驼拍水。愿迄个女子就做耶和华互我主人后生所预定的某。我心内话还未讲完，利百加就出来，经头顶扛着水盘，落到井边拍水。我便对伊讲：请你互我的水啉。伊就赶紧对镜头顶摕落盘来讲：请啉。我也互你的骆驼啉。我便啉了，伊阁互我的骆驼啉了。我问伊讲：你是谁的女儿？伊讲：我是米迦甲拿何之子比多利的女儿。我就甲金环挂伫伊的鼻孔顶，甲手镯挂伫伊的双手顶。随后我仰头向耶和华下拜，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伊引带我行好色的道路，互我得到我主人兄弟的孙女，互我主人的后生为某。即马你嘛愿意自爱诚实待我的主人，就讲互我；若不然，就讲互我，互我会当向倒边向正边。拉班甲比托利回答讲：这事乃出自耶和华
阮袂当向你讲好讲歹。看利百加伫你面前，会当将伊带去，照着耶和华所讲的，互你主人的后生为某。耶和华的仆人听着因的话，就向耶和华伏拍在地。迄阵仆人提出金器、银器甲衣服送互利百加，搁将宝物送互伊哥哥甲因母亲。仆人甲军将伊的人食了、啉了，住了一夜。早起来，仆人就讲：“请打发阮转我主人迄边去吧。”利百加的哥哥甲伊母亲讲：“互女子同阮搁住几工，至少10工，然后伊会当去。”仆人讲：“耶和华既赐予我通达的道路，你毋通误我，请打发我走，转到我主人迄边去吧。”因讲：“阮甲女子叫来问问伊。”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伊讲：“你甲这个人同去吗？”利百加讲：“我去。”转呢，因打发小妹利百加甲伊的女母，同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并军队仆人的人，拢走了。因就甲利百加祝福讲：“阮的小妹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，愿你的后裔得到修德的城门。”利百加甲伊的孙女起来，骑上骆驼，对着迄个仆人，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。迄时以撒住伫南地，拄为比尼拉海来转来。天将暗，以撒出来伫田内牧箱，举目一看，见来了迄骆驼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，就赶紧落了骆驼，问迄个仆人讲：“这个田里行来迎接咱的是谁？”仆人讲：“是我的主人。”利百加就摕手巾仔蒙上面。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拢讲予以撒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入伊母亲撒拉的帐棚，娶了伊为妻，并且爱伊。以撒自从因母亲无伫咧，即才得到安慰。